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2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一聊中东，聊一聊波斯湾。谁也没想到粪便拯救了伊朗，拯救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拯救了神棍政权。当然了，说拯救这个有点夸大了，至少延迟了神棍政权挨炸。这个你还别不信，具体什么情况我们后面再讲最新的伊朗局势最新的动态，目前是伊朗继续一边军演秀肌肉，一边放狠话，一边又跪地求饶，说愿意尽快达成协议，把这种精神分裂演绎到了极致。这个也是一种高压下的一种精神错乱的一种表现而美国呢，航母战斗群也大军压境， F-22 飞往以色列，福特号却因为厕所罢工被迫停靠希腊修马桶。大战还没开始，伊朗又摔了一架直升飞机，这是高度紧张导致的就我在想这个伊朗的飞机掉下来是飞行员紧张，或者是机械师维修也是紧张。这个就像那个高考一样的很多人心理素质不好的，平常表现都是不错的，但是一考试就掉链子，反映是在这高压之下的一种不适应。那美国呢，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这不，咱们只是推测开玩笑。这个福特号航母由于它已经超期服役，对吧？它一般的航母那个士兵他那个出来执行任务就是不超过250天吧。总之，现在这个福特号它已经快到了。那它的表现是什么呢？表现就是这个福特号上面的船员跑肚子拉稀，懒驴上磨屎尿多。突然这个他们统一的都要集中上厕所。这个我认为也是高压之下，你毕竟伊朗那边也有超高音速反舰导弹万一给打中了这个福特号怎么办？所以这上面士兵也是很紧张一紧张窜肚子拉稀。我想很多人都有这个体验大小便失禁，即便不是失禁那上厕所的频率肯定是提高了，导致这个福特号厕所罢工，那个污水横流总之在我看来这都是双方在高压之下一种这个自然的表现。这个伊朗的副外长拉万西那个又是个拉稀他是拉万西，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说，我们愿意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并愿意尽一切必要努力使其发生。你看看，一边在这边磕头求饶，说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一边呢，伊朗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萨维表示，伊朗并非任何战争的始作俑者，如果美国这一次犯下任何错误，伊朗将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伊朗副外长拉万西说如果各方都展现出政治意愿，以美可以尽快达成协议，伊朗已做好与美方尽快达成协议的准备。但如果伊朗遭到攻击或侵略，伊朗将按照既定的国防计划进行回应。与此同时，整个地区都将承受伊朗遭受侵略的后果，也就是把这个中东地区都给绑上战车。我要挨揍了，大家都别想好，我这3000枚弹道导弹可不是吃素的。伊朗革命卫队24日在南部沿海举行联合1404演习。海湾新闻报道，此次演习为联合1404演习，涉及多种军事装备和技术战术，包括无人机、舰艇和地对海导弹系统。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穆罕默德·卡拉米，你说这名字叫卡拉米，明确表示，此次演习旨在检验部队在多个作战领域的战备状态，也就是别到时候一打仗是吧，炮弹一响，大家都拉肚子窜肚子拉稀的，那不行厕所又不够用。美方这边动作更大华盛顿邮报援引飞行跟踪数据以及卫星图像报道，美军超过150架军用飞机以及约1/3的海军现役舰艇集结在伊朗附近，具体包括林肯号和福特号2个航母打击群，11架 F-22 战斗机已经抵达以色列南部基地。这个中间还有一个插曲从美国一共是飞出了12架 F-22 战斗机，结果有一架飞到一半的时候，因为这么机械故障返航了。所以你看就是在高压之下，美国、伊朗双方都有动作变形的这种情况。福特号的囧事成了全球笑话。华盛顿邮报说福特号采用的先进制冷以及真空马桶系统出现大规模故障，近90%罢工，只因有人倒垃圾。平均45名水手
共用一个马桶，高峰期排队时间甚至长达45分钟，也就是你想上厕所是吧？你要等45分钟。这个跟野战部队还不一样啊！野战部队你随便找一地方随地大小便，你这在这个航空母舰上怎么弄呢？所以这个福特号被迫停靠希腊克里特岛苏达湾进行入港作业，恐怕修马桶去了啊！部署已经超过250天，船员错过亲人去世，陪伴孩子，生活环境恶化。当然，伊朗这边啊也是一样的，出了事故。迈赫尔通讯社24日报道，一架军用直升机当天在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坠毁，已确认4人死亡。这架直升机隶属于伊朗军队，事故发生时正在训练。事故还造成2名市场摊贩丧生。你看，不仅这个伊朗的士兵死亡，还造成平民伤亡。这个仗还没打响呢，自己就开始出师未捷身先死啊！所以说24号这24个小时里面双方是一边谈一边秀肌肉，极限施压。伊朗军演加摔直升机，美国航母加 F-22压境，福特号却在厕所上栽了个跟头。虽然说谈判是26日在日内瓦继续，但火药味已经浓的开始呛鼻子了。双方一边秀肌肉一边进行口水战，嘴上还是不能饶人的尤其是伊朗火力全开。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萨维说伊朗并非任何战争的始作俑者，伊朗过去做法是防止战争规模扩大并减少伤亡，也就是我们过去我们都是忍，别人揍我们我们也是忍，怕砸着花花草草破坏中东地区的这个和平，所以我们一般都忍了。但这一次不好意思因为美国的行动迫使伊朗改变了策略。就这一次我也不怕什么毁坏了花花草草，打破了什么瓶瓶罐罐的，那跟我没关系。如果美国这一次犯下任何错误，伊朗将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就是整个中东地区也都别想好。这个伊朗的副外长拉万齐直接点名说如果伊朗遭到攻击或侵略，伊朗将按照既定的国防计划进行回应。与此同时，整个地区都将承受伊朗遭受侵略的后果。革命卫队演习的司令卡拉米也放话，演习就是检验部队战备状态。那白宫这边呢，那继续施压。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4日回应说，对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要选择始终是外交手段，但他也不排除必要时动用美军的致命武力，最终的决定权始终在特朗普手中。这个莱维特还指责美国媒体完全不属实的猜测性报道，也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不同意打，说一打这个战恐怕就没完没了。特朗普本人2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更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对伊朗来说将是非常糟糕的一天。伊朗的神棍政权直接点名，对吧？如果你要开战，我就针对特朗普和他女婿叫库什纳的在中东的财产进行报复，打你钱袋子。而这个特朗普呢也放风是吧？要对哈梅内伊及其儿子对吧要下手。双方各种威胁各种放狠话。那这个以色列也没闲着继续拱火浇油以色列的副议长叫尼西姆瓦图里24日接受耶路撒冷邮报采访时，那是说的话就更狠了他说，近期地区局势表明，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只是时间问题，特朗普最终将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只要伊朗方面不让步，美国的军事打击将无法避免，特朗普不会让他自己难堪，对吧？也就是2个航母战斗群都已经派过来了，这绝对不是旅游绝对不是为了展示他的马桶也有平静。所以伊朗打的是自卫加地区连锁反应牌。言下之意就是你要敢打，我就让整个中东陪葬。美国打的呢是外交优先加致命武力备用的牌。特朗普反复强调最终决定权在我，就是告诉伊朗和国内，我说了算，想谈就谈，想打就打。而以色列是最急，直接说不可避免。这种口水战打得也很热闹，双方都在给对方心理压力，同时给国内和盟友传递信号，谈可以，但别想占便宜。这个双方心理战高潮部分就是互相戳痛点，伊朗戳整个地区承受后果，也就是把整个中东绑在他这个战车上。而美国呢直接威胁的吧，非常糟糕的一天。以色列呢跑出来敲边鼓，特朗普不会难堪。所以26日日内瓦的会谈非常关键，谈成了大家都有台阶下，谈崩了就掀桌子。差不多那个时候福特号的马桶应该修好了。当然了，我们一直说美国和伊朗
朗，一边在斗嘴口炮，但是手下其实也没闲着，军事部署、军事调动那是眼花缭乱呢，那个绝对不是花拳绣腿。比如说美国啊，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军超过150架军用飞机以及约1/3的海军现役舰艇集结在伊朗附近，包括2个航母打击群。林肯号已经到位，福特号虽然厕所坏了，但已经抵达地中海，对吧？离这个以色列啊最终的目的地也一步之遥。11架 F-22猛禽隐身战斗机已经部署到以色列，大批加油机和运输机飞往中东啊，有85架加油机，170多架运输机。以色列啊，作为一个必然要参战的一方，也在做准备。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3日报道说，以色列啊正在多层面完善备战工作，以军与美军正保持密切协调，为美国与伊朗谈判破裂做准备。以色列部署7个防空营，约100到150套导弹发射装置，完成 F-35和 F-15远程奔袭以及空中加油练习，全国进入最高战备。医院腾退床位，特拉维夫地下医院开建，全国开始储备血浆。那伊朗呢也不示弱，24日革命卫队联合1404演习在南部沿海举行，设计无人机、舰艇、地对海导弹系统。此外伊朗已经将机动弹道导弹前推至西部边境和南部海湾，直接覆盖美军基地和以色列。伊朗的革命卫队据报以实质接管黎巴嫩真主党的指挥权。所以说美国摆出来的是压倒性的空中加海上优势。 F-22负责踹门制空，2个航母打击群为精准打击开路。而以色列呢最急，全国战备就等特朗普一声令下。伊朗摆出来的是一副不对称报复和饱和攻击，导弹前推、无人机演习、代理人接管，表明就你要是打我，我就让你全球能源和美军基地一起玩完，双方都一触即发。但是这个插曲就是意外就是福特号航母的厕所罢工成了最大笑点，挽救了伊朗，挽救了伊朗革命卫队，挽救了伊朗的神棍政权，让他们又得以苟活几天苟延残喘当然了，双方国内都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伊朗国内呢，民众支持谈判，但不乐观。副外长拉万齐放话，愿尽一切努力达成协议。但是总参谋长穆萨维强调，如果攻击将造成重大伤亡。革命卫队强硬派主导，内部有未遂政变的传闻，显示伊朗高层分裂的风险。有很多媒体报道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被架空了，而这个87岁的哈梅内伊将他的这个指挥权领导权交给了这个强硬派最高国家安全官员拉里贾尼。佩泽西奇扬说这个外交部长要跟美国谈判，找佩泽西奇扬汇报，佩泽西奇扬会让他直接找拉尼贾尼去汇报。你不要去找这个佩泽西奇扬，没有用，你找了他，他也得跟拉尼贾尼去商量，事情紧急所以你还不如直接找拉尼贾尼。你看看伊朗就是这么个政权体制，但总统是没有权利的，而且还得背锅，所以伊朗国内那也是一团乱麻，神棍政权体系内部也是斗争非常激烈，也是你死我活。而美国国内呢，那个矛盾是台面上的，首先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其次是共和党内部，对吧？它都是矛盾重重，人家这个分歧是公开化，没什么藏着掖着。共和党内部白宫强调是首选外交，但是特朗普团队内部有风险，也有分歧。军方提醒，对吧？这个战争的风险，据说副总统万斯也不太赞成动武，所以特朗普反复强调最终决定权在我。而他这个马仔国防部长豪克塞斯，又是支持有限打击。其实即便动手又分成不同的派别，有的人希望有限打击，有的人是希望像以色列那样直接给这个伊朗弄个底朝天。所以说这个美国内部它也是意见分歧比较大。那就看特朗普个人了。那以色列国内呢，那是最急切。副议长瓦图里直言，美国打击不可避免，全国进入最高战备，医疗系统、地下医院全部启动。所以说，伊朗是强硬派主导，民众怕打，但是盘盘们呢更怕投降。美国特朗普想秀肌肉，但军方担心缠斗，也就是陷到伊朗战争里面。以色列最想借机政权更迭，所以这几方国内的意见分歧越大，这个谈判误判的风险就越高。有人统计17个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已经要求从伊朗撤侨，连印度都从伊朗撤侨。但是今天有传言
说东方大国也开始做伊朗撤离公民的准备，看这2天有没有消息吧。如果说东方大国也做伊朗撤离公民的准备，那就肯定是要打了，因为一般的大国都是最后一个才撤嘛。那么关于这个美国和伊朗局势这么紧张的时候，大战一触即发，但是晚上也有一些消息很有意思，非常蹊跷，那就是关于大国和伊朗的武器交易。我看这个不仅有西方媒体，还有俄罗斯媒体热衷于报道说伊朗接近与大国达成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采购协议。具体的说呢，就是一个 CM-302，就是出口版的什么鹰击12呀，就是反舰超音速导弹，专门用来对付航母的。这个路透社等西方主流媒体24日报道，他这个我看了一下就是俄罗斯媒体和西方媒体谁先报道的我还没看到，但是不管是谁先报道西方媒体报道这个咱能理解，西方媒体报道大国跟伊朗有可能有武器交易，他还报道大国跟俄罗斯有武器交易，对吧？这很正常嘛。但是你俄罗斯媒体你也报道跟在里面起哄，说大国跟伊朗要卖这个反舰导弹，是这么说的说谈判已经完成，但是还没有交付日期。这个谈判在2年前开始，但是去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轰炸伊朗以后，伊朗就开始加速这个谈判。为什么这个时候有这个传言呢？我刚才已经说了美西方有这个传言很正常，你这个是正义联盟2哥3哥，这个没毛病是吧？但是俄罗斯为什么这个加足马力宣传？很显然这是正义联盟大哥要强行把这个2哥和3哥绑一块，这个2哥不下水那不行，必须把他拖下水。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急需转移国际注意力，夸大中俄伊轴心，用于对抗美国，放大大国与伊朗军售的传闻，能让西方舆论分心，也就是造成一个什么印象呢？就是大国在帮伊朗你们得小心点。同时向俄罗斯国内民众展示，俄罗斯不是孤军奋战，多极世界正在形成，不是俄罗斯一家，对吧，在支持伊朗。你看大哥2哥都在支持伊朗，伊朗并不孤单。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媒体还能试探大国的底线，如果大国否认，立马跳出来否认，那就是不想跟你们燃在一起，对吧？别把这个2哥往水里拖如果大国默不作声，俄罗斯可以反戈一击说这是西方抹黑。如果坐实了，俄罗斯可借势加强与伊朗的军售。实际上俄罗斯正在跟伊朗做交易卖给伊朗那个肩扛式这个导弹打飞机的。所以这个俄罗斯媒体热衷于传播这些消息本质上是俄罗斯常规力量疲软，就靠核加盟友叙事来硬撑，靠的就是正义联盟这个来壮胆。所以俄罗斯媒体的这波操作显得很聪明，但也暴露自身的虚弱，自己卖导弹给伊朗，却把大国推到台前当靶子。在这么敏感的时刻，大国怎么可能卖超高音速反舰导弹给伊朗呢？如果伊朗用了这个超高音速反舰导弹没有效果，那人家要笑话你，对吧？就像那个在委内瑞拉那个雷达一样，如果你这有效果，把人家航母给打个洞，或者把那个军舰给击沉了，那你就跟美国结仇了。还记得那个南斯拉夫南联盟吗？吃一堑长一智所以我认为大国是不可能这个敏感时间点交付这个超高音速反舰导弹。但是如果说1年前卖的，那是过去卖的，那没毛病，对吧？这个时候你就是相当于自己把脑袋往那个电梯里塞所以今天要聊一聊的就是福特号航母马桶事件、排泄物事件，这个简直就是戏剧性这个让伊斯兰革命卫队，让伊朗的神棍政权得到了这个短暂的一个喘息的机会。所以说是马桶，所以说是排泄物粪便拯救了伊朗神棍政权。这让我想起了100多年前鸦片战争吧，还有一个甲午战争。如果你经常看历史的应该知道，当时大清的军民就是用排泄物对付洋枪洋炮，还有这个西方的铁甲战舰。这个报道很多对吧？历史书上记载了很多那个排泄物有什么猪血、羊血，还有什么女人的月经还有什么大便，对吧？小便等着，总之它还有配方的有讲究的，这个像那个中药一样，它有各种配方。完了之后挂在树上，然后人埋伏在附近，拿绳子牵着，等到那个英军或者法军，就是那个对吧？这些洋人端着枪路过的时候，他们一拽那个马桶往下一倒，那大粪就从天而降，泼他们一身。洋人
顿时啊就丧失战斗力，狼狈而逃。还有这个甲午战争的时候，对吧？我英勇的海军呢，用这个尿壶、粪便当地雷，在海上飘着。日本人的那个铁甲舰啊，一旦撞上，那就立马丧失战斗力。什么原理咱也不知道啊。所以你说这个100多年前咱们整这一出，那怎么100年以后这个美国啊，当今世界现役最先进的造价130亿美金的福特号航母居然也怕排泄物，你说这叫怎么回事？过了100多年啊，这个美西方还是怕排泄物。所以你要从福特号这个事情来看，100多年前，对吧？清军还有老百姓用粪便对付洋人，那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理论基础的。你看看福特号这么先进，马桶一坏立马丧失战斗力，你说这叫什么事？只不过是啊，清朝啊是落后打先进，用粪便，农业文明跟工业文明一交手，那只能用粪便来对付。但是福特号那是先进打先进啊，却被自己的粪便打败。100多年前大清用粪便对抗铁甲舰，是落后者的悲壮。今天福特号被粪便困扰，是强大者的荒诞。历史总爱开玩笑啊，再牛的航母也得先解决拉屎问题。大清用粪便反抗，是农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绝望反击。而福特号是后工业时代，高科技却被低级机械故障拖累，是内卷式尴尬。当然了，福特号的马桶啊，只能影响一时啊，最多影响一次部署的士气，但是难改啊，难以撼动美军的整体优势。但是啊，不能不说啊，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宣传战又添了丰富的素材。保不齐伊朗人啊，伊朗的革命卫队现在正在收集粪便，粪便作为战略物资正在储备，到时候用导弹或大炮把那个弹药啊换成粪便、弹头啊，对吧？这样打到这个福特号航母上空，你拦也拦不住，那粪便倒下来，你拦住了粪便还倒下来，所以比那个炮弹效果更好。这就是福特号航母，这就是美国啊现代文明的软肋。这个不是开玩笑啊。朝鲜跟那个高丽的吧，两人玩的不就是这一出吗？朝鲜用这个气球啊吊着粪便往首尔泼嘛，那现在也在玩这一套啊，没毛病啊。这个在朝鲜粪便就是战略物资，战时用来打仗，闲时用来施肥，那绝对的战略物资啊。伊朗人如果这个粪便用得好的话，完全可以取得生化武器的这种效果，但是它又不算生化武器，对吧？没有违反联合国的这个公约，你说说这好不好？你看进口一些非洲的粪便，谁知道里面有什么病毒啊？埃博拉病毒是吧？什么乱七八糟病毒，美国人受得了吗？你能想象一下，对吧？几千架无人机啊，吊着粪桶，吊着尿壶，直扑这个美国福特号航母，你说你怎么防？所以啊，到底打不打啊？马上就会揭晓。26号这个日内瓦谈判一结束，掀桌子还有下一轮，这个答案马上就会揭晓。我们继续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